2月23日，奇特的矛盾在 AA 中重獲新生，就是如此矛盾，在徹底的失敗與虛弱中獲得力量。丟棄舊的生活方式是重獲新生的條件。AA 的歷史第46頁英文版。這是多麼奇特的矛盾啊！他們用不住算計什麼，但當他們被認可和接受時，他們會重申了在宇宙中某些超越人類邏輯之外的事情。面對恐懼，我獲得勇氣。當我給予協會的某一男或女會員支持時，愛自己的能力也隨之增加。學會接受生活中的痛苦，不僅是我康復過程中的一部分，它使我感到極大的欣慰。當我看到自己的弱點時，我會被帶入新的光明。當我脆弱和對更大的力量動搖時，上蒼將賜予我無比的力量。我跌跌撞撞地走進 AA 的大門時，充滿了恥辱，對生活沒任何期望，但我卻對協會抱有熱切的希望。不可思議的是，將 AA 的康復計劃保持着的唯一途徑，就是將其傳遞到每一位試走者中。